講功效。首先夏天塊面又紅又有凹凸不平，咁呢個時候咧高濃度嘅水楊酸又或者係暗瘡藥膏咧，未必係最好嘅選擇嘅，因為屏障已經受損炎症嘅比較嚴重。你如果再去用一個好強嘅方法去干涉佢咧，你個屏障嘅壓力再強咗，你會更加紅。你啲炎症咧都令到你個皮膚嘅生理狀態比較紊亂，你有可能會因為咁而出油更加多。你需要可以做到有效而溫和嘅代謝，令到你嘅炎症唔好加劇。呢支精修露濃度把握得有效之餘又唔會過高，同時間加咗有機薰衣草精油同埋魚腥草嘅萃取，搭配舒緩嘅效果。第二，你好趕住見人，但係咧就生咗一啲囊腫嘅痘，你淨係靠譬如 A 酸藥膏啦，又或者係 BPO， 有可能佢嘅機制咧未去到一個360度大包圍，佢係會好嘅，但係你要俾啲時間佢。但係你冇咁多時間，就唯有我要好似打仗要閃電戰，我海陸空三軍全出，咁需要一個可以加強到唔同角度嘅機制之餘，佢又唔會加多咗好多負擔俾肌膚。一支精修露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啦。譬如 A 酸佢比較多係做表皮細胞嘅新生啦，我哋再配一個精修露用嘅一個超級氨基酸係做菌群平衡嘅，成個套組加埋咧，其實佢個原理咧就會好多樣化啦。再加埋南非三部敷鹽，佢係可以喺源頭嗰度咧，令到你嘅皮脂腺嘅分化冇咁嚴重嘅，即係你嘅油分喺根源上會減少到。第三樣嘢咧就係你以為一支可以美顏級磨皮嘅精華水冇敏感肌粉，錯啦，自己都係走做肌，所以我係唔會做一啲我自己用唔到嘅嘢嘅。整個敏感肌嘅大家庭都俾咗好好嘅評價俾我哋。呢三樣邊樣中咗你咧？